华航机师罢工行动今10日进入第3天，迄今已取消超过50多个航班，且已有超过500位机师响应。罢工行动愈演愈烈，引发关注。对此，女星舒淇则是在脸书上力挺机师，期盼资方能注意飞安问题，保障机组人员的正常休息时间。脸书台湾职业安全连线今10日在脸书上回顾34年前除夕夜，一架从台北飞往洛杉矶的华航班机4号引擎在降落前突然熄火，导致飞机失速，短几分钟内，飞机处于不断翻滚，以接近音速的速度俯冲下坠了9000公尺，让机组人员在高空中受到高速及高压的冲击。所幸机师成功控制拉回机身，并启动引擎，但尾翼大部分早被撕裂破损，最后飞机迫降旧金山，全机乘客奇迹4生还。但当时美国政府单位的调查报告指出，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机长在休息时间并未补足睡眠，疲劳驾驶导致飞行员无法专注，也没有能力处理各项细节问题。舒淇关注时事之余，也不忘向资方喊话。今天在脸书写下强烈要求资方注重飞行安全，保障所有机组人员的正常休息时间。毕竟所有乘客的安全与舒适都是建立在好的工作环境中，为所有参与抗争活动的人员加油打气。